土耳其上大城市伊斯坦堡一间当地整修的夜店，4月初2的时是熊熊火烧厝，造成29个人死亡。这死者拢是伫内底做实整修的工人。目前土耳其的司法部已经当地调查。建筑物突然间呛烟大火，红烧甲密密麻麻。土耳其上大城市伊斯坦堡的市中心，一栋16层楼的楼仔厝，地下2层楼是夜总会。这间夜总会为着赶伫开斋节结束的时阵完工，伫当地的时间初2下晡1点左右，建筑工人当伫做内部的装潢的时阵，忽然间是发生大火，造成2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其中有7个人伤势是真严重。死亡的和受伤的，拢是迄当阵当伫整修的工程人员。起火地点是伫咧地下室的工地，相对伫咧几点钟后才甲火势控制掉。土耳其的司法部已经针对这个重大火灾开始调查，包括夜总会的经理、整修工程的负责人，拢总8个人是发出拘捕令，其中3个人已经互拘留讯问。伊斯坦堡的市长嘛对罹难者是表示哀悼，嘛指出讲，这间club要装潢事情并无申请许可。İçeride yapılan yapı ile ilgili hiçbir tadilat, inşaat başvurusu yok. Tabii yapının içeride altta 2 kat altta olmasından ötürü de biraz görünmeyen bir alan. 为着安全，警方是切断这栋大楼的电力和瓦斯的供应，检查几栋大楼，评估伊的安全性，而且封锁附近的地区。司法部讲，目前已经派3个治安和火灾监测的专家组成专案小组，确认火灾确实发生的原因。另外，土耳其的内政部长嘛已经透过电话向总统埃尔多安来进行这个火灾的简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